带大家来看国际消息。南非上大反对党民主联盟的联邦主席梅尔，去年是有来访问咱台湾，不过煞回去了后，就去互中国制裁。南非政府今年1月就要求咱驻南非的代表处3月底之前爱迁离开因首都。咱的外交部是讲，这南非毋但要求咱的代表处爱搬走，阁要甲咱降级，改做贸易办事处。这就显示，这中国打压咱台湾的力头是哪来哪当。南非媒体第六日报最近报道，南非上大反对党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民主联盟联邦主席梅尔今日访台，和中国宣布制裁梅尔甲伊的家人入境中国香港甲澳门。当时，南非国际关系甲合作部1月时，搁一摆爱咱驻南非代表处3月底进前迁离首都普利托利亚。咱国外交部证实，即摆南非政府除了要求搬走，搁想要将咱国驻处降级，搁改名做贸易办事处，显示中国伫南非打压台湾的行动搁较强硬。外交部长林佳龙于接获外管通报后，第一时间再度召集应变小组讨论因应方式，并在年假期间与国内外相关同仁随时保持联系。同时，也指示亚非司司长贺忠义立即召见南非新任驻台代表，表达我政府严正关切。外交部强调，咱国的立场无变，未接受南非政府单方面毁约，强迫咱国驻处监管会继续伫对等尊严、原则之下沟通。搁看南非政府回应决定应用方式，其实去年10月中，南非政府就捌提出安尼要求，迄当时，美英至中国甲南非几个政党拢出声挺台。The IFP is concerned by the impact such action will have on the bilateral framework South Africa has enjoyed with Taiwan for the past 26 years. 南非跟北京关系算是蛮密切的，而且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台湾这样的议题啊，是否是川普政府所非常关切的？愿意为台湾出来？这个抵抗南非的压力，这要有待观察。学者指出，伫美国川普新政府拄上任的时，中国的打压行为无排除有切方向的意思。南非国会机关兼民主联盟的外交事务发言人鲍威尔，佮发文声援台湾，表示民主联盟坚决反对想要将台湾驻处迁离普利托利亚的任何行动。佮强调，南非甲台湾的协议已经延续27年，看不出任何爱改变现状的理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